種愛，從6歲到80也不更改。大家好，我今日有天大嘅喜事要宣佈啊！唔係啊嘛 ，Terry 你都有好嘢宣佈。Oh my god！你終於知道自己係執翻嚟㗎啦！唔係啊，你認真啲講結婚啊！結業，你間裝修公司頂唔順啦，一早叫你揾我做開張司儀㗎啦。咩結業啊？我公司木工王包你保養維修、家居、鋪頭、寫字樓，通通幫你搞掂。我爸爸嘅 job 多到做都做唔晒啦！我要結婚啊！Terry，淡淡定，有錢剩喎，係咪最近接咗個新劇做新郎哥，抽離唔到個角色啊？我哋笑口堂嘅人啊，點會失禮㗎？細佬啊，你玩夠未啊 Oh my god！ 媽咪啊，堅料嚟㗎 ！Terry 做乜收埋唔同我哋講啊？睇嚟我要約你 update 下你個理財計劃啦。結咗婚唔同㗎啦。費清安你個死仔包啊，成日淨係識得叫人買理財，大學咁樣教你㗎。不過 Terry 話時話啊，你個婚禮揾咗司儀未啊？我呢個專業司儀咧，一定幫你搞得好好睇睇㗎。我豈有此理啊！你個紅藥水啊，正一人頭豬嚟㗎！我細佬啊要結婚啊，大把專業司儀爭住做啦，使鬼你喺度自薦啊！不過咁喎，細佬話時話啊，你結婚啊記得帶你未婚妻上我美容院嗰度做 facial 啊！話晒我都有25年嘅美容經驗啊！你睇下我啊，唔化妝都盛世美顏咁嘅樣，你就知啦，包佢到時白雪雪滑捋捋啊！大小姐，説話唔係咁講啊！好歹我都係司儀界嘅高妹 Candy， 三文兩語活力主持，仲要係高效溝通培訓師，一定將呢個婚禮搞得有聲有色㗎。Terry 結婚唔係講玩㗎，保險好重要㗎。你買咗保險未啊？等我呢個保險強積金達人幫你去管理人生啦。你哋呢班正一傻仔嚟㗎。Terry 啊，你結婚都想靚仔㗎，等我呢個專家話俾你聽。非凡漢方瘦身1個禮拜即瘦5磅，亦都可以幫你調理身形，包你着禮服更加型仔。Terry， 我呢個中醫館合夥人幫到你啦。問醫師嘅小分子配方，每朝一杯，朝氣勃勃，每朝都勃，即擊即中，2年抱三。數據上分析，結婚後家庭開支上升30%喎。等我執業會計師幫你搞公司嘅 cash flow 咧。Terry， 恭喜晒你啊！我哋公司最近出咗一個私房菜到會，等我幫你搞一個全港最正嘅脫單 party 啦。喂 Terry， 你個單身派對有冇靚女先？阿叔啊，你又鹹又濕又毒，等我幫你排毒。喂，你咪 get 錯啊！我真係諗住揾幾條女過嚟幫我 Doctor Secret 全新黑科技護膚品，揾一個代言人啫嘛。喂，你啲細胞都要修復啦。真係好啦 ，Terry 終於都結婚，等咗咁耐先有機會將 Amway 嘅鎮店之寶介紹俾佢。嗱 ，Terry 結咗婚要補下噶咯，等我呢個金剛派傳人用營養幫你打造健康之路。我呢款新出品龍鳳呈祥頂級保健品，最啱你同老婆一齊食。恭喜晒 Terry， 呢度有啲神聖清酒，祝你哋夫妻長長久久。呢度仲有得搞埋私房菜添。多謝大家，但我頭痛緊我新屋嘅裝修啊！唔係啩？你自己咪做裝修咯。啊係喎，開心到忙到型添。哎呀，你哋咁齊人嘅！哎呀 ，Terry 你結婚啦，真係大個仔啦。係咯，真係叻仔啦。多謝大家，冇諗過結婚會用到咁多專業人士幫我手㗎。裝修、理財、保險、美容、健康到會司儀，你哋真係我最強嘅後盾啊！今次真係唔該晒你哋啦，我哋結婚梗係重要啦，不過更加重要嘅係10月26號，笑口堂與謝比純約定你啊！在世間遮風擋雨，有一種愛，從6歲到80也不更改。有我飛天空海闊，前望將來。
或暖，有笑容可一可再。